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黃啊。咁今日帶大家睇嘅呢個單位呢，就89平方，3房2廁嘅。先嚟入門處呢邊，門口過道嘅呢個位置就擺咗鞋架喺呢一度啦。過翻嚟少少，飯廳嘅空間。咁飯廳呢邊呢係擺咗張4人嘅長餐台喺度。老實講下個空間呢有少少逼夾嘅。入翻嚟廚房，廚房呢邊一個 L 字嘅間隔。配備咗台雙門雪櫃喺呢度啦，抽油煙機、煮食爐，一個中度嘅使用痕跡。呢邊一個消毒碗櫃，出面有一個生活陽台喺度啦。呢邊係有一台擺台洗衣機喺度洗衫晾衫嘅。出翻嚟客廳呢邊啦，咁佢客廳嘅開間有3.3米嘅。呢度配備咗一套4人嘅長梳化喺度啦，有茶几、電視櫃同埋電視機。客廳就有配備到冷氣嘅。再出翻嚟陽台呢度啦，陽台呢邊就朝南向嘅，望出去景觀咧亦都算係比較開揚。不過佢就近住呢個馬路嚇，所以會有少少呢個車流嘅噪音嘅。再入翻去休息區，先嚟到呢度啦，公共衛生間嘅位置，鏡櫃啊、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。咁佢呢個都係一個名廁嚟㗎嚇。嚟到呢邊第一個房間，房間呢度擺咗張5尺床喺度啦，隔離有一個衣櫃，係單邊落床嘅。呢邊第二個房間，第二個房間會細少少嚇，呢度擺咗張4尺床喺度，冇配備到衣櫃，都係單邊落床。再嚟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邊嘅套間，一個圓弧形嘅淋浴區，都係一個名廁嚟嘅。再嚟到睡眠區呢邊啦，睡眠區呢邊擺咗張6尺床啦，隔離有一個衣櫃，三邊落床。咁主人房呢邊望出去都係南向嘅開揚景觀嚇。咁而家呢一個單位業主放租咧就2000蚊一個月嘅。老實講，新淨度就一般般啦，唔算話太新淨。同埋佢呢度 sofa 咧有少少舊，係啦，即係到時自己住嘅話呢套 sofa 可能需要係更換啦。但係租金係我覺得係幾實惠嘅。咁如果係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朋友，可以 call 我攞更多資料㗎，或者關注我，我會分享更多樓盤資訊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